上清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高雄市立民生病院4月初4的时发生一件喊古代，这是病院竟然手术开刀开唔着人，发现母唔着了后，开刀的医生佫要求爱补签同意书，佫涉嫌写假病历。高雄市卫生局伫早暗加重处分，开刀的这个医生已经封记2大个免职，嘛以上发班，也那相关的人员嘛封记告。院长已经封换掉。高雄市立民生病院随时发生开唔着刀的代志，有一位患者因为血压计问题大意，所予人杀去开一个唔免开的刀。因为这2个个案是在一个是左边，一个右边，同一个病房。同一个病房，那病历是对的，但是病人是推错。予人开唔着刀的姓吴的查甫人甲姓张的查甫人住同一间病房，随时即天。姓张的男子要做胸腔的手术，结果工友来带人时阵，煞送唔着人，所讲姓吴的男子杀去手术室，而且护理师、麻醉师，甚至是开刀的医生拢无发现。尾也是护理师去病房要分药啊，乃找无人。这个时阵手术已经做煞，并调查也发现，开刀的医生伫术后涉嫌病历定在伪造。经过人审会议处，搁再记1支大告，总共2支大告该免职。主刀医师陆希平。不但开错刀，且事后涉嫌的病历登载为伪造，经人审会议处再记1大过，共计2大过，予以免职。因那院长严家琪要求卫生局免除管理的职务。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本人对此事件表达深切的检讨及歉意。予人开唔着刀的姓吴的患者已经转入普通病房，身体状况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最近食安是伫透出问题，总属是昨昏个新增加2个食歹腹肚疑似食物中毒案例，目前已经有6例，食煞了后骨头骨老出现走白的镜头。藏寿司伫最近连续出现，敢若是食物中毒的通报案件，引起食安的疑虑。到11暗6点，搁再新增加6位民众，因分别是吹角区新庄烘焙店、甲新店微笑牛肉店用餐了出现吐甲流的症状。新北市卫生局要求淡水甲新庄烘焙2间分店暂停营业，也随开始全面稽查辖区内其他10间分店。台北市方面也第一组。藏寿司新庄红会店以及淡水站前店分别因1年内2次被通报疑似食品中毒，卫生局呢命这2家分店暂停作业。台北市所有的分店都会进行加强稽查。新北市卫生局伫淡水站前店稽查，发现冷冻库无定期除霜，菜蔬的盘有破顶缺失。已经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那么相关会当依照食安法罚2亿。在不同店的话，我想我们卫生单位它除了这个，包括餐厅那边会有一些裁剪的话，也应该会裁剪那个上游供应的厂商。王品集团也发生食安风暴，疾管署初步认定楚华、上塔、这份西门店，找2到找人敢若是感染诺罗病毒的事件。业者除了向消费者道歉，也提出餐费专业退钱，一个医疗给付加消费者慰问金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云林某一间国中，昨昏是有学生囡仔伤热，酸甲伤过头，甲洗便所的清洁剂倒入去营养午餐中昼顿的汤内底。有同学食煞了后出现冰白、头晕、腹肚感觉烧烫烫，学校是赶紧叫救护车，甲6个学生送病院。目前这学生囡仔拢已经登去处理休困，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接来，咱来关心伫台北市的士林区溪山里是爆发急性的胃肠炎。群组感染，这是顶礼拜4月初3大地震刷了后，陆续有里面是骨头骨流，累计已经有上百人，因的身体拢感觉真无爽快。经过调查呢，发现这个所在里面拢是食地下水，初步检验是水内底的大肠杆菌伤悬啊，所以因才会歹腹肚，已经赶紧设自来水的供水站。也那联合病院阳明院区的医疗团队，即马嘛已经去里内提供里面医疗服务。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我们自来水，我们自来水没有供应到那个地方。他们其实是用山泉水，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他们简易的自己的系统，都是上吐下泻啊。5号、6号开始接到，陆陆续续接到，大概应该100位以上吧。
到目前到今天晚上9点半为止，那总共有11位民众就医。就医的民众大部分都是近3-4天内有消化道的症状，那包括有恶心、呕吐、腹泻、腹胀等。那现场医师已经有开立症状治疗的药物。虽然咱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各地早时温度是伫21度至24度，因那日时会比昨昏感觉更较烧热。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日时各地高温拢有28度至32度。因那落雨这部分，北部、东北部有短暂阵雨，过头了后，西部的山区嘛开始落局部短暂雨。明仔载，阁有一波锋面会通过，到时阵东部、东南部、金门、马祖拢有机会会落雨，甚至会落雷公雨。另外，今日早时外岛有大风，云有较高，金门的能见度无到200公尺。也若台中、嘉义、台南能见度嘛较低，视线无介好，所以出门骑车、驶车拢爱细致。继续关心大地震的后续，花莲大地震甲打，也阁有3个人失踪，其中伫中和炭区。在矿区内底第5站，即摆有闻到歹味，而且遐阁有雨神，有可能就是失踪者的位置，会想办法赶紧去挖，要甲人找到。另外，伫沙卡当步道失踪的新加坡的翁仔某，即摆嘛继续咧找找。中和矿场细小的司机目前要失去联络，东向机构持续向伊可能的位置咧行。花莲地震到达已经第9天，也是有3个人失踪。不过，伫上中和矿场日行车路第5站的所在出现歹味，而且有真侪雨神。研判这个失联的司机可能就伫遮。谁要开路？搜救人员西路行挖过，不过因为11下晡3点外山区的天气出现变化，搜救人员敢来当暂时撤离。不过好消息是，大型的机构已经去到第4站。由第2个平台往第4个平台推进约莫450公尺。那离目的地第5平台还有约莫600公尺。因为已经有失联者可能的位置，嘛闪过原地阻界大石头，之前按算要甲石头逼破的计划可能先暂停，暂时继续搜救。另外一边斯卡当步道是派6个消防员甲1只搜救犬找出2个失联者。沙卡항的瀑布，然后还有就是大水管的上方，我们也爬上去搜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绿梦森林咖啡人是搜索未果。文章河表示，未来会以1.8公里到2.2公里遐的水管，甲第2崩塌的所在为主要敲找地点。消防人员辛苦救援，德国在地协会10日嘛亲身去花莲慰问。Very happy that all of them have appeared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花莲。Thank you very much, 花莲 Police Bureau. 花莲加油！何方感谢消防人员伫即个地震积极合作德国外交。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希望在后中间的过程会当甲各国继续保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了后，即摆有真侪建筑物拢变做危险的建筑，无法度带人，爱先搬走。也毋过要搬，无所在大，阁爱税厝爱开钱，所以有人就无愿意搬，即摆是真两难。另外，昨昏伫天龙村大楼拆厝的现场，有爱鸟的人士、爱鸟的民众是认为讲，应该爱先救鸟，才继续拆。为着这嘛，和当地里长冤家发生冲突。地震发生的时阵，住户赶紧逃命，摇撼的程度愈来愈大，也阁落太愈雨。4月初3的大地震，互即摆厝煞变安尼。哇塞！被拼起渗一个大坑出来，两条严重断去。花莲上关大楼、莲花大楼有17站悬。强烈地震了后，互人当黄单变做危险大楼。昨天晚上住朋友家，现在就是要去找房子。对面的香客大楼就让我们莲花的住，大部分第一时间他们还是找亲朋好友。刚才这栋大楼都有超过120户，将近400人有厝无法度住，啊，不过有3户居民无愿意搬走，因为若离开家，都爱住别人家，买租厝嘛无遐尼紧，租金悬的租袂落去，租金合理的搁大家抢，找厝找甲真添心。如果要做这个组合屋的话，还必须要去盘点它适合的地点哦。那这个地点正在盘点当中，初步大概有9个地方。如果他的生活机能状况是好的话，我个人是不排斥的。政府规划组合厝通大，部分受灾户正面看待，只是民意代表有哪有接到真情，包括厝起伫倒、房型安怎配置，政策拢还无明确。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有太多，可能都是大家民众在考量是否要做组合屋的这些种种问题。在面上重的代志，除了大的问题，嘛关心原来大的厝拆除的进度。
我求求你不要去拆除人员停止动工。规日挑青大楼前靠甲分期阁吐血，情绪这么激动，是因为主委认为动保人士要求停工救猫年啊，阻碍拆除，恐惊会延误进度。不过爱猫的人是讲，是要趁工具机修复的空棚协助救猫啊，伫现场甲里长起冤家。如果万一有事情的话，谁敢保证？垂钓笼子人又没有进去，是要危险什么？不管警管处不愿意协助清除路边，互分队车吊挂油包人啊，爱鸟的人各伫面册，就民众敲电话去骂县政府，双方个人的讲法无同。内政部是回应，照现场的状况判断是毋是停落来，不过短时间若是无吹到，也是爱继续拆除比较较适当，避免出现更侪公共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地动了后，即马全台湾有真侪建筑物受损害。目前搭红单、搭黄单的建筑物已经有128件。国土署即马嘛正在研究讲受灾户的主体补贴方案，租金的补贴即马按算一户一个月上侪有100,800。因若中建主体贷款的利息补贴会当有关到350万，整修主体的补贴嘛会当有关到150万。也毋过即马有建筑技术是认为讲，搭黄单的建筑拢已经是着来伤啊，亲像天龙青大楼真正着搭黄单，建议遮的拢爱途径。花莲近海西山发生规模7.2个大地震，除了震动花莲，全台未少建筑物也拢有受损的情况。国土署研究受灾户主体补贴方案，包括相关补贴350万，规楼中建主体贷款利息，最初补贴相关逐个月100,800，修缮主体贷款利息补贴也提悬到150万。如果它是经过修缮可以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话，那原则上会进行修缮。那可是，在红单的部分呢，如果涉及到它的结构已经严重损坏，必须要进行耐震补强的话，那就要依照建筑师的一个要求呢，来进行结构补强以后才可以解除。根据内政部统计，到7月为止，全台确认红单建筑有49件，黄单建筑有79件。所以，甲国家地动中心合作，成立专案办公室，提供民众有关强化主体结构安全等服务。只要建筑物经过专业评估，达危险标志，红黄单者也是耐震能力初步评估，危险度总分大过45分，会当申请耐震绿展补强的补助措施，结合主体相关补助450万，但以透天主体50万，各补助评估费用。45分，他就认定说，你花的补修成本啊可能会很高，不如你改建。结果技术也提醒，已经互列为红单的建筑物表示危险，如何爱随搬离。那黄单虽然不是主结构受伤，也毋过实际上是建筑物已经来伤，像2016年的台南维权大楼，甲即摆花莲天龙青大楼，拢是过去黄单建物，只要中大型地动就倒去，政府爱召回途径，规楼改建优先。这种中型地震来，它的结构安全已经显示出它比别人差，它等于在跟你求救说，这种地震我都动不掉啊那下次地震来，我就真的没办法咯。地分化认为，大地震了后，出来出结构已经有避损，那借着公权力来凝聚住户的共识进行途径，规楼改建才是永久的方式。过来再看避损的大细，做无同程度的结构安全保强工程。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总统赖清德5日抗要上任，外交两岸人士即马拢已经安排好势。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已经答应要去做外交部长，陆委会主委也是由海基会副董事长胡水正接任。也拿教育部长是找中山大学的校长郑英耀。明日10点的时就会公布第2波的人数。继续关心自由时报，有一个姓郭的查甫人和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伫2019年的时阵结婚。伊结婚4年外，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就发现讲，伊的阿嬷甲伊太太的阿公是亲兄妹啊。因等于是因翁某有血缘的关系，是帮系血亲6000顶的亲情，所以根据民法是近亲袂使结婚的，所以伊才提出婚姻无效的官司。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官去调2个人的户口，确认讲真正有影，即嘛是判决讲因2个人的婚姻无效。继续关心中国时报，下当文红的报单有一寡买卖乱象。金管会伫昨昏公布一寡新的规定，
除了袂使强调分红会当分足济来居民保护来买。另外，若是本行的保单要配合癌症的保险，也是医疗的保险、伤害保险这的，拢爱经过金管会审批，通过了后才会当提出来卖。新制度拍算7月份开始实施。因来代替叔叔我厝培养马自强号，伫4月初10的时起，弄着绑落来石头，地数这车厢摆马，加载货车无并车，所以人拢平安。因来即马交通部是表示，而且代替去评估，敢要加落石头和平段这一段列入去落石头的警示系统内底。白马普悠马速速5出的车，在一透早4点50分，拖去和平站。事故路段伫6点抢通，为空气遐边会当看到，这个区间铁路边是台九线，那台九线边就是线部。虽然台九线甲铁路路线边拢有说更规栅栏阻挡，也毋过即摆落石量大，有些地落石降害阻挡落伫路线，也毋过这个区过去伫代替评估中，并毋是高风险路段，所以无伫目前已经设置的26个落石过境系统内。昨天晚上这一处是当时他们评估是边坡相对稳定哈，那它主要的边坡是在公路的边坡，那掉下来以后再弹到下面铁路了哈啊，如果是他们重新评估，需要来做告警系统，那交通部这边会全力来支持。另外，安怎袂当提前发现落石？台铁内部人员指出，依照 SOP， 路线顺道4日以上就会启动边坡轨道巡检。过去1礼拜一直巡检几啊摆，这个路段拢无落石。代志发生进前，将一班列车经过也无发现落石，或者建议大地动了后全面加强巡检，也爱投入科技来辅助。引进一些新的设备，然后无人机啊，或者是说边坡的这种测试的先进的仪器哦。目前的抢修看起来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让铁路尽速的运输。那是否有去考量到说周遭有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2次灾害的发生的可能性？台铁产业工会建议，更加爱注意沿线的地质状况。台铁企业工会也讲，当地2019年暗时捌发现落石。台铁虽然建立更规栅栏，也毋过明显无法度阻挡。但有地动部的护士机关真烦恼，希望公司赶紧提出对策。对此，台铁公司回应，会协同5路局加强当地防护，增加原厂区加固更规栅栏，搁运用空气机检视顶面边坡地质作为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高雄，高雄这几年是发生真侪摆电火条瓦顶头有鸟仔收，就造成烧拍电也是失电的意外。台电的警员伫春天鸟仔咧生团的季节，拢爱加强巡逻来清除鸟仔收。亲像伫高雄的米岛就有共一支电火条，这支电火条鸟仔是真介意，因为台电警员伫这4个月内已经伫共一支电火条清掉41届的鸟仔收。台电人员总比清好势，徛伫作业车顶悬，用棍仔甲电火条的物件拍落来，因拍落来就是鸟仔收。最近因食无用，尤其伫明德区这支电火条一对客鸟翁仔某上爱伫遮做收。台电人员4个月内已经清除41摆。台电高雄区表示讲，永安、明德等等的沿海地区因为生态丰富，鸟仔伫电火条做收的状况极较济。年底12月。到过当的3月至4月左右这段时间就是咱鸟仔咧繁殖的时间啦那所以伊会常常拢找阮的条仔顶较平稳的所在去做收。每年12月到3月拢是鸟仔生团季节。根据台电高雄区统计，去年有19摆失电拢是鸟仔收造成。因为收内面若是有天线、甲电火条的导体卡着，就会烧拍电。工程人员咧作业的时阵，就会有危险。就会遇到电线含阮咧人员迄种铁啊，爱就会有电弧，迄电弧当时啊足大，当时啊足细无定所以就是惊电有去伤到人。台电高雄处表示讲，为去年12月到3月，拢总清除914摆的鸟仔收，数量比过去搁较济。今年是加强巡逻，透早下晡拢会巡1摆。目前伫电火条仔顶悬嘛有设置个赶鸟仔的物件，毋望鸟仔去安全的所在生团，嘛会当减少跳电失电的事故。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停火谈判，即马拢无进展。以色列的军方4月初10搁对加沙地区发动空袭，有早是哈马斯领袖的哈尼耶伊3个后生甲4个孙，这件代志嘛，互停火的谈判搁出现变数。
互以军空袭的车辆是炸甲如苍苍，民众找到真侪躯遗体，正是哈马斯领袖哈尼耶的3个后生甲4个孙，拢伫即摆事件遇害。到伫开斋节第一天，哈尼耶的后生开车到加沙中部夏提市甲亲友团圆，想袂到7名家人拢伫路上死亡。以军讲，哈尼耶3个后生拢是哈马斯的军事官员，也毋过捌担任巴勒斯坦总理，无前是哈马斯政治局主席的哈尼耶，伫流亡地卡达知影消息了后，受气表示，这个美国未改变因要求永久停火决心，哈马斯也绝对袂投降。哈尼耶是主导以哈停火谈判的重要人物，这个事件武器会使含于强局的谈判更较歹解决。根据 CNN 的报道，当咧协商的停火6礼拜方案，规划由哈马斯交出70名人质，交换以军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犯人。哈马斯方面已经表示，真歹做到引起外界烦恼，恐惊有更加侪人质已经伫炮火中罹难。那以军继续攻击加沙，也伫国际间面临愈来愈大压力，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改喙加以谴责。I think what he's doing is a mistake. I don't agree with his approach. So what I'm calling for is for the Israelis to just call for a ceasefire, allow for the next 6-8 weeks total access to all food and medicin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以下战火高达超过半年，已经伫加沙夺走33000多条人命。根据以色列估计，哈马斯犹原有的129名人质中，有33人已经死亡。伫双方拢有坚持无法度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这场战争犹原看不到进步。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美国大联盟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互伊进前的翻译水源一边偷摕伊口座内底的钱去签缴。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甲水源起诉，嘛认为讲大谷翔平是这个案的被害人。根据调查了后，发现讲伊互偷摕的钱超过1600万美金，大约是新台币5亿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大联盟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的前翻译水源一平的调查发现，伊辜负大谷的信任，偷摕大谷口座内面的钱超过1600万美金，差不多是台币5亿1000万，直接以银行诈欺罪解起诉。水源是伫2018年替大谷开银行口座，抗大联盟的薪水。国家经济人会计师加财务顾问讲，大谷希望口座保密。And he told them that Mr. Otani wanted to keep that account private. In 2021, Mr. Mitsuhara began placing sports bets with a group of bookmakers who were linked to an illegal gambling operation. 检察官讲，水源路途愈来愈接，金额也愈来愈大。严格也证实水源进前的讲法，并无落度棒球比赛。水源涉嫌用这寡钱来害伊运动比赛缴销。甚至假冒大谷的身份打电话给银行。We've obtained recordings of telephone calls in which Mitsuhara spoke with bank employees, lied to them about being Mr. Otani, gave personal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for Mr. Otani in order to impersonate him. 调查结果也证实，大谷是这件案件的被害人。所落来，水源将会伫咧联邦法院出庭，若是银行诈欺罪名成立，相关会当被判30年。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继续关心伫美国真出名的大审判辛普森这个案，这个主角 O.J. 辛普森伫4月初10日时因为癌症过身，伊食到76岁。伊伫6070年代是美式卡球的明星，嘛做过演员。就伫伊上红的时，伊互指控涉嫌杀害伊的情某。根据科学鉴定，无法度证明讲伊有杀人，也伫调查过程中嘛牵涉出真侪种族家庭暴力这议题。但尾仔伊是互判无罪，所以无互抓去关。前美式卡球明星辛普森的家属发白帖啊，讲辛普森初10因为裂喉腺癌过身，希望大家尊重家属的恩师。 He had been dealing with cancer, and there was some talk about him going in hospice. I know that he had denied it, but he's 76 years old, and a lot of people, although the NFL community hasn't been in direct contact with him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ose murder charges. 辛普森进前是美式卡球史上伟大的破坏者之一。670年代时阵成绩正好，正受欢迎，正有名。尾仔也进入名人堂，球员退休了，用伊的名声进入好莱坞。不过1994年，因为涉嫌杀害情母的谋杀罪名被起诉，而且豪华的律师团，并且西华的刑事鉴识学的专家李昌玉做辩护的专家证人，发现今次采证有问题，有按罪名伪造犯罪现场证据的嫌疑，上尾也判无罪。审判过程伫迄当阵全美国拢正注意，引起种族、性别、家暴、名流式证据加警方办案失当的争议。虽然判无罪，不过尾仔高犯抢劫加绑架被判33年，2017年假释。How about we take 2 decades off and call you 70? And I will be no problem. 辛普森常常爱甲别人讲，伊毋是黑人，是欧洲本尊。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remembered primarily as a football player.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南韩的政局，南韩的执政党伫即届的国会大选是输甲忝忝。除了临时党主席落台负责，即马连国务总理韩德洙，也有总统府军内的幕僚嘛拢请辞。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是昨昏表示讲，伊会检讨，嘛会回应民意，嘛会改革国政。深深甲大家行礼，伫南韩国会大选当中，摕到压倒性胜利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11带领幕僚，甲支持者感谢，因为因伫300席的议员席处内底，摕到175席，顺利达成过半的目标。那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敢若摕到108席，是从1987年韩国总统直选以来，席处差上济一届。 국민의 뜻을 준엄하게 받아들이고 저부터 깊이 반성합니다. 그래서 저는 선거 결과에 대한 모든 책임을 지고 비상대책위원장직에서 물러납니다. 败选的国民力量临时党魁韩东勋虽宣布辞职负责，总理韩德洙嘛提出辞职批，另外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幕僚嘛差不多全部拢请辞，包括秘书长甲发言人。尹锡悦本人是表示，伊会诚心接受民意，革新国政，为稳定经济甲民生来尽全力。有分析指出，这届大选等于是对尹锡悦政府的期中考，民众以选票来表达对经济现况的不满。 물가가 굉장히 높고 일자리는 줄어들고 있고 살기는 어렵고 그렇다고 경제가 나아질 것이라고 하는 희망이나 기대가 없기 때문에 이에 따른 유권자들의 판단, 평가가 실린 선거라고 할 수 있죠. 学者认为讲，尹锡悦政府虽然持续摆卡，不过在野党联合小党的席处嘛无到200席，要是无法度下过2/3的条件，尹锡悦总统要是会当闪过单行的危机。不过未来政府想要通过预算甲法案，在国会恐惊是会拄到更较大的挑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4月初1日4号以色列轰炸，为着要预防伊朗报复影响惠安的安全，即马德国嘅汉莎航空已经对外宣布，伊要暂停飞伊朗和德黑兰的航班，而且伫咧即个拜六礼拜进前拢会停飞。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立陶宛访问，俄罗斯是趁即个时阵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攻击。 泽伦斯基是呼吁讲，乌克兰即马是正需要防空设施。立陶宛虽宣布伊要提供一套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有一寡发电机要送予乌克兰。来关心澳洲公布澳洲制造未来法案，宣布要投入180亿澳币，大约是新台币3700亿，要去发展清气的能源产业，希望透过补贴和开发，来打造更较清气、更较有韧性的经济体。 那澳洲的国会伫今年就会讨论这个法案。继续关心，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访问已经结束，昨昏返来台湾。马英九函示军兵讲说了后，外国媒体、台湾学者是拢认为讲中国有展现出愿意和台湾来往的意愿，也毋过嘛显示讲中国敢若愿意和支持9日共识的人有交叉。 另外，咱阵总统赖清德昨昏是有接见美国的智库，伊强调伊上任了后，伊会维护台湾的安全、两岸稳定和印太地区的和平。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国。这我们同属中华民族，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9·2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前总统马英九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返来台湾，在桃园机场简单发表谈话的时阵，甲中华民族讲做中华民国。前一天马习聚会讲停党的所在，搁再出现。中华民国是口误吗？敢是调侃讲唔对，马英九是笑笑无回答。陆委会强调讲，马英九无公开向习近平传达台湾人民捍卫主权，甲对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不符合社会期待，感觉遗憾。到底他是口误还是什么，也不必去追究太多了。如果能够在中国大陆讲的话，那应该会比较有一致性。纽约时报分析，中国透过马习聚会，展现甲台湾来去的意愿，不过嘛，凸显相关交流敢来当以北京的条件来行，希望透过这点来说把尊总统热情的。习近平这一次其实是借着马总统告诉赖清德政府，就是两岸如果你要跟我打交道，他的底线怎么样？某种程度可能会和缓，可是这是有前提跟条件的。学者认为讲，习近平在会中讲到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化和平的关键。也就是咧向热清德表达伊的底线，因为中国要是持续文攻武吓。未来我们也会积极除了发展台湾的经济、照顾人民以外，也会致力于台湾的安全、两岸的稳定以及印太的和平。You inherit a thriving democracy, one that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 good economy, a secure country. But I also suspect there will be no rest for the weary once you take office, given the challenges that remain. 罗清德11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美国智库日控数据计划研究所的访问团，讲到访问团在美日峰会举行的时阵来访问台湾，意义是真重大。嘛强调讲就任了后会拍拼维护台湾的安全、两岸稳定甲印太和平。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讲，伫台东的海墘仔去捡到飞弹的外壳，即马陆军是证实讲，迄是陆军训练用的，无危险性。嘛，因为即马陆军最近伫屏东的救兵基地进行操演，昨昏搁伫屏东的满洲执行新营操演。还是飞弹还是什么东西？有看到尾翼耶！一个感觉色不明的物体出现伫台东县大金乡南田村的海墘仔，因为伊的外形有尾饰。后面将怀疑是飞弹，伸手去甲摸，无偌久了后，军方就去现场回收。陆军嘛证实，这个不明物体是陆军训练用的空中飞弹，并无危险性。本部获报后，已派员前往鉴定，确认为近日执行精准飞弹射击时所使用的靶弹残体。该靶弹系提供刺针飞弹射击训练使用，残体无火药及安全顾虑。军事专家表示，这型的飞弹是由中科院研发制造，提供予国军乘做低度防空飞弹实弹射击训练用的。因为陆军最近伫屏东救兵基地海岸进行雷霆、铁马、甲神弓等等的操演，验证各种精准弹药射击的效果。它这个靶弹呢，也大概是模拟这个低空的这个慢速的短程的这个目标，提供这种追热飞弹做训练使用。苏浩宏指出，因为天气歹，然后试射的就射减至飞弹，是会当捕捉中继空袭防御能力的武器。因为国军11早起，嘛伫屏东满洲乡执行新营操演，6项601直升机队都要克服真头的落山风，发射响尾蛇飞弹，进行固定的任务，一个一个拍着目标。今年的话，它是实战化的模拟发射，所以它的准备时间非常短。他看到目标之后就直接发射了，他们表现非常不错。飞弹的声音伫空中是真大声，写真侪军事迷来看来翕相。因国防部嘛公布车闸，侦查到14架中国军机，6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中。昨昏是发生火烧厝，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是一个姓杨的厝主含人有债务的纠纷，提厝去抵消了后，新的厝主含律师要来点交，发生完结了后，伊想袂开，才放火。乌烟一直为这间人家厝的1楼问出来，伫台中市大雅雅丰街一间3层楼的人家厝，12下晡3点左右传出大火，附近有看到民众讲，有人为2楼跳落来，焚书有大火。先生着火，全身着火，烧得很严重吗？就也还好啦，什么地方烧到？脚而已啦。脚。对啊。那他下来有没有喊什么？
救人哦，救人。台中市消防局出动12台消防车，53个人去拍火，火势伫3点15分拍花。伫迄间厝内底发现有3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大家分局表示，初步了解是一个姓林33岁查甫人，伊要买这间厝，查出来的人甲律师来甲原地厝主，也就是姓杨58岁查甫人点交。伫过程当中，哪像起冤家，原地厝主不满对方甲吹，怎破汽油放火。金的买主带着律师来做屋况的现场点交。那在点交过程当中，据目击证人有谈到有起争执。那后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火灾情势发生。警方表示，这个哪像放火的案件，造成姓杨的查甫人、甲姓林的查甫人因阿姊，还有姓尤的律师死亡。也那姓林的查甫人因为窗仔门跳落来，分数顶有40拍，2度受着伤，意识清楚，送台中营总急救。专案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也那详细导火原因也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北市北投某一间顾婴仔的中心托婴中心，即马互议员亚讲，内底有4个教保员对待囡仔用不当的方式，上无有8个细汉囡仔互拍。社会局表示，相关涉案的老师、教保人员会当罚8万块至20万，而且会公布因的名姓。也若托婴中心会罚60万，而且要停业1档。囡仔哭声无停，画面中会当看到教保员勒揪囡仔的手骨，甚至还有疑似性脆皮的状况。民代也出北市偏港架顶的托婴中心发生疑似不当对待幼童事件，拢总有4名教保员社区局台，至少有8囡仔受害。目前都会配合社会局的调查，谢谢。实际确定为服业者，只低调回应一切配合调查。北市社会局表示，相关涉案教师分别处赔至20万罚款，佮公布因的名。托婴中心处60万罚款，今年7月起停业1年。目前也积极协助现有受托儿童转托。我们认定是情节严重，所以我们也命托婴中心呢，要自113年7月1号开始停办1年。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有30名小孩就托，如果我们马上立刻停业的话，其实小朋友是没有地方可以转托的。这个机构目前有缘继续营业，转托过渡期间，市府会加强无预警稽查。也毋过明明是偏港架顶的托婴中心，却也是发生不当对待代志。目前全国统一规定，托婴中心偏港每3年举办1摆，以偏港戏日现场资料加观察和评分。民团认为应该检讨偏港制度。除了评鉴的这个半天的一个状况之外，我们应该也要去加强，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稽查、访视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例行去看到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样态为何，那再去综整跟这个所谓的评鉴的一个分数共同做一个考量。控押人也建议，偏港部分也要包括访视辅导的内容，稽查部分人员也要无定时抽看托婴中心的监视录影设备执行状况，了解托育人员实际照顾样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捷运公山到路德这段，目前公山车头按算6月底通车，即马已经等得试车。也毋过因为这一段是驶伫高架桥边仔拢有徛架，也毋过拢无采架营帮。当地里长就烦恼讲，上无有200-300户会受影响，惊伤差。捷运地铁记录咧驶的声音，若是半暝出现，恁敢困会落眠？捷运公山路伫延伸线阿 K 湾公山车站6月底就要通车咯，即马是试车阶段。毋过暗时捷运试车甲进站的声音，附近居民有人怨叹拢困袂去，甚至有民众徛架离捷运轨道干那50公尺，互声音吵甲血压升悬，影响到生活品质。24小时，真啊挡袂调啦，用到高压压到150，困袂去啊。暗时你困的时间吼，拢会听到足大声的声音，害阮要入睡拢足困难的啦。目前捷运的延伸线是开到公山，就会转入去中山南路，这条路拢是店面徛架。里长表示讲，上无有200-300户受影响，因为捷运试车是为透早6点到半暝1点。去年伊捌向市府争取设置隔音的设备，迄当时市府讲因为经费不足，爱等到通车了后才会拍算。因为迄经费的关系，已经无啥够啊，所以无法度加拨出工程款，才来起这个隔音墙。为了不影响日间红线的营运，所以先前有一些测试工作必须在深夜捷运收班之后来进行。
那所以对民众的生活影响比较大。针对公山路段捷运汽车声音伤过吵，这运就表示目前沿线有限2个声音监测器，不过捷运声音甲影响会来做检讨，嘛强调未来正式营运了后，半暝就袂阁有这款声音。记者钟义辉、胡昭勇高雄报道。大地动了后，即马大家拢真关心厝敢有安全。亲像伫台南起30栋以上的旧厝，就有30万栋，危险的老建筑数量排全台湾第3。市府即马就惊讲旧社区早期起的这建筑袂堪的地动，所以打算要推销危险老建筑重建计划，不论是贷款也是厝税，拢有补贴。今日这栋真有历史感的透天厝，经过整修，内底变甲真清旧。像安尼有30栋以上的老厝，伫台南有超过30万栋，数量是全台第3。房地产的中人讲，即摆若要买一栋全新的厝，对少年人有困难，有人就会选择买中古厝来住，嘛有人会甲改建成旅社做生意。近来中古厝成交量增加3成。薪水无讲足悬。买厝要欠钱，有淡薄困难安尼。当然嘛是介意爱全新的啦，毋过若无钱会使买中古。即摆新厝拢3000起跳，中古厝的话1000以内就买会到啊。看大细间，即摆一间涂骹坪的行情爱30几万。台南早期伫咧旧城区起的建筑物，耐震能力无真好，市府考虑安全性，煞危险甲老旧建筑物重建计划。统计这4栋申请老厝重建有271案，4619户，案件有哪来哪济。不过物料逐项起，可能会影响厝主重建的意愿。市府祭出优待措施，除了结构安全初步评估，补助12000块。另外厝税上悬，通有12档减半。补贴我说，这开拢无收钱。若是讲即摆地动，这恁这个有影响着？有影响。那奖励就针对建筑物的容积，减免的部分是针对税务，在重建的之间它是全部免税。那你盖完以后，它免税1/2。由台南市建筑师工会组成维诺重建辅导团，佮结合各地建筑师事务所，今年已经有57个工作站，通互民众便利申请。虽讲老厝重建爱家己出钱，不过这阵有优待，民众总是当加减省一寡成本。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今年大甲妈进香昨昏回銮是行到中华鼻头的合平宫，香顶卡也佮有在地民众人是靠足足。其中，阁有保育团体特别使一台妈祖鱼的回程车来参与示警，希望大家拜妈祖嘛爱保护妈祖鱼。扫角声响，响应大甲妈性格。2024年大甲妈绕境第6天的妈祖回銮队伍，伫中昼左右停驾中华鼻头合平宫，随乡的信徒民众人是小爱小客真热烈。合平宫吼，拢有传超1万人的中昼顿，要来请这个香灯卡，这香客，互因食饱，会当休困，拜咱大甲妈来合平宫拜早大妈吼。今年一版的大甲妈绕境，除了来自各地头的信众，嘛有保育团体特别使妈祖鱼的回程车参与绕境活动。古水的北海底回程，成袂少人来翕相。回程足古水的啊，感觉就是最用心咧做的。甲环保甲咱的这宗教信仰结合，互大家来，除了会使消妈祖以外，佫会使来做一下保育的保育环境啊，保育这个活动，我感觉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台湾的宗教应该也是很重视环境保护跟那个万物平等的。我们应该也有这样子，那就是马祖的精神，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觉得是很有意义。保育团体表示，旧历3月的海影较平顺，较好观察到伫有亚种台湾北海底的影子，所以有妈祖鱼的称呼。因为2009年开始对大甲妈的绕境活动，期待透过海上守护神妈祖的信仰，呼吁民众做伙保护海洋生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来关心，不管是客语也是原住民语，目前拢已经有5间学校。高雄市政府即马当地规划要设咱全台湾头一间台语国小，是要创造一个全台语的学习环境。其他伫高雄以外的母语家庭听落了后，是感觉真新鲜。母语家庭希望讲各县市拢会当设，因为学者是认为这应该有关到中央的层级来推动。系4年生，乃系第4重低度。囡仔用客语自我介绍，这是苗栗推行客语甲英语的双语学校教育国小。马可真古吉拜。米达翁嘎古，老师带头用阿美话敬拜，这是花莲的达摩拉共学园，一间讲客语，一间讲阿美话，不过因拢是用家己的母语来教册传承文化。经过民间几若冬的呼吁，台语学校总算也有进展。高雄市当咧争取台湾头间台语实验国校，长期推测相关议题，台语路协会表示，因伫北部接触到的地方政府就较无强烈的意愿。过去无这种例，所以大家拄开始也唔敢做。真希望讲，这个高雄因做出第一间吼，这个经验会使拖出去。学者也鼓励，目前台湾要是华语单一化的社会，若通甲母语扣回来生活中，无共款的语言切换，会当帮助囡仔发展。这甚至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代志。学者认为，应该扣到中央的层级去推动。两种语言定定使用来提升囡仔智力的发展，来延缓囡仔未来大汉了后老化的速度。这是关系到咱各国各民国家发展的。好事啊！希望这个代志会当提升到中央政府的层级。学者表示，设立台语学校，通增加讲台语的环境，创造多元语言的环境，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发展。望中央政府会当重视，未来也通伫无共县市设立台语学校。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市的市电古迹蔡水月舞蹈研究社，18年来拢是由台北市政府委托因伫遮经营。也毋过这份合约今年6月份会到期，所以台北市的文化局即马按算要公开招标。也毋过蔡水月基金会和一寡民间团体是呼吁台北市政府按照文字法的规定，用合作经营来代替委托，互蔡水月的舞蹈社会当伫遮继续传承。一阵舞者身躯顶煞，互人包白布、包条条，甚至落尾阁规定，互人白做伙无法度叮当。这是蔡水月文化基金会以新的舞蹈来反对台北市府，要对蔡水月舞蹈研究社这座古迹公开招标，要委外经营。它就不能成为现在这个采购法的牺牲品啊！什么叫招标？别家牛肉面也有可能啊，王记牛肉面也有可能啊。如果他真的标到的话，那你要怎么办？超过30个本土社团甲民团来到支持，指出蔡水月舞蹈研究社是台湾舞蹈史的重要场地。蔡水月文化基金会长期咧维护文化资产，有伊的专业甲用心。台北市府应该按照文字法第21条，互相唔免出钱，而且平等签约合作的规定，甲基金会来签行政契约。我是感觉咱古迹甲名胜吼的概念爱分得清楚啦，古迹爱有传承甲教育的功能吼。基金会呼吁台北市府以合作经营的模式来取代委外经营，嘛呼吁比较七海园区设定50栋的公有土地地上权，予民间基金会来经营。那当时国内并没有总统图书馆的相关经验与案例，需要仰赖民间资源与民间的创意协助。所以当时才以促参法第46条，就是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台北市文化局强调，对2006年开始就依照法规办理公开评选，委托基金会来经营。这届嘛是按照以往的方式来招标，希望会当继续和蔡水月文化基金会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去奥地利。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一座全世界真有名的艺术国民主体——百水公寓。当年拢会成100万的游客来遮行一转。世界这个所在艺术家是表示讲，伊认为建筑美学就是甲自然和建筑合作伙。我在缤纷的壁面，每一扇窗仔门的框拢是无规则的图案，不管对倒一个角度看，拢是一板一板真有囡仔趣味的图。奥地利艺术家汉德瓦萨设计社会主体建筑物甲生物共存，
地震得到树外均起起落落，雄雄看无啥协调。其实这是现代建筑甲实物用做一体的天然地景。Was an outsider in that way, very autonomous in his aesthetics. Hundertwasser was also a very autonomous thinker, philosopher, actually, who had very early on, let's say late 1940s, early 1950s, very strict ecological thoughts. 汉德瓦萨出身奥地利犹太家族。伊的家族和纳粹迫害杀害差不多70外人，有一个正特别的艺术主张，就是模样直线。展馆的入口表面有一个牌仔写着“直线是无神的”，有人认为这是伊对纳粹的抗议，因为纳粹的符号是由直线组成。为汉德瓦萨写过2本传记的贺许，伊讲，虽然爆水先生伊的话色彩缤纷、充满想象，不过伊本人日子是过甲真简单。奉行环保回收的主义。He was very proud that he could live for a month on a small ration of food, yeah, and really be a hunger artist, let's say, and reuse everything. 汉德瓦萨设计30外座建筑物，分布伫咧全世界各地。一座巴西博物馆是汉德瓦萨体现环保主义的代表作品。Hundertwasser ist wirklich hier eine Attraktion in Wien. Es ist eine der außergewöhnlich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写。伊拉俄罗斯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20度至30度，外岛18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